2025年12月5日，禮拜五。羅馬書15章7至13節，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，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，歸榮耀給上帝。我說，基督是為上帝真理作了受割禮的人的執事，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，並使外邦人因他的憐憫榮耀上帝。如經上所記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頌你，歌頌你的名。又說，外邦人啊，你們要與主的子民一同歡樂。又說，列邦啊，你們要讚美主，萬民啊，你們都要頌讚他。又有以賽亞說，將來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列邦的，外邦人要仰望他。願賜盼望的上帝因你們的信，把各樣的喜樂、平安充滿你們的心，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。默想主題：彼此接納，同得盼望。默想基督點樣無條件咁樣接納你。我係咪確切知道我係被主所憐憫同埋接納嘅呢？喺人際關係裏面，你點樣面對嗰啲同你唔同背景或者意見嘅人啊？祈求上帝幫助你效法基督，因着你係如此深嘅經歷主嘅憐憫，亦都能夠憐憫其他嘅人，讓接納成為榮耀上帝嘅管道。今日羅馬書呢段經文再三嘅引用舊約，並且佢稱呼耶穌為受割禮嘅人嘅執事。一方面係展現上帝嘅應許先臨到猶太人，再延伸到外邦人。呢個係一個福音嘅普世使命。默想上帝嘅憐憫同埋接納，點樣幫助我哋同世界唔同文化、唔同背景嘅人結連。另外，再三引用舊約，亦都係強調基督嚟到成就咗舊約嘅應許。呢啲內容提到列邦萬民都同心讚頌上帝，呢個嘅景象，呢份嘅盼望，點樣激勵你呢？喺默想結束嘅時候，再一次整理喺默想當中嘅所思所想，同主所談及嘅一切。
你會點樣呼喚你嘅主？當主呼喚你嘅名字，並且問你要啲乜嘢嘅時候，你又作出乜嘢嘅回應呢？將你對主嘅稱呼配合你嘅需要，作為一個簡短嘅禱詞。如果你冇諗起任何嘅禱詞，你可以參考以下呢個嘅內容。讓我哋開始進行呼吸式禱告，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。用一個感恩祈禱結束呢個與主相遇嘅時光，並且將你嘅禱詞同埋領受記錄喺你嘅屬靈札記當中。